那边就喺台北市嘅客家文化会馆，台北要准备去不到一段时间了哈，就伫那边做练习。那个客家文化会馆哈，台北22年前，然后伫那边，就加入地方做很多嘅事情哈，比如讲，那地度有一个空间嘛哈，然后就伫边跑，就讲不得去排练就在那边哈，有时间没有伫上面，有时地度还有慢慢发通的时间啊，因为现青岛地方就做到一家就做对了哈，这是青岛年哦，青岛特别是个客家乡亲就来片学习啦哈，我就来边读书啦哈，可能客家的东西，因为文化馆里有一笪地方做在第二片做自家想做的事情。那比如讲，青岛嘅客家嘅小吃啊，像客家嘅专门嘅插丝，还有报纸啊，还有都客家英文嘅小吃啊，发通嘅小吃哈，就你呢一片做得拿到啊、看到啊，然后真好。因为台北啊，得到客家嘅小吃清少，啊客家菜之后，收工嘅时间判了以后，其实人家大张年就想要请到，还要有听啊。有时间啊，人家会来到那片啊，这个公园那片哈，就舞台就搭到那边搭起来哈，或者说在那边练习了，我就表演哈，或者说做在本日附近嘅居民，我就啲來客家會館嚟看一下表演哈。客家不都就輕輕鏘鏘嘛，又要有熒光哈，故所就青島附近的人來看嚟哈。呢度有時間有客家文化會館來嚟啊，搞了一年哈，嚟啊看一下表演哈，即係清神期。放下什麼？然後人家當年是你都做評審啊？冇，我今年體育班做評審。那有可能？我今年體育班做評審。冇可能啊！那頭兩個評審還有做香的呢。客家大佬，有沒有稱？那你要前輩。他是那個 ICRT 那個教課語。沒有，我倆今年開始冇嘞啊！今年開始沒獎哎。我們是嘅時間沒錯了，我弟弟係嘛？大佬。但係我弟 Alice 彭係嘛？Alice 彭。哇！應該有時會做兩個片看一下，因為有時來兩片可惜啦哈，因為台北市客家文化事務局兩片嘛哈。參軍沙歌、春文、愛打坐、叽叽咕咕、做好冇漂亮嘅客家人。即係台北市有一個客家會館哈，本來掉來發通啦哈。對來講係做客家嘅一個青春嘅開始啦。